火力发电厂排放含致癌物的废水，连续3届来违规，予台中市政府重罚2000万。即摆南投县长林明珍嘛要来控告台中火力发电厂犯着公共危险罪。林县长讲，南投县每一年有200外个人因为气腺癌来死亡，是全国气腺癌死亡率的第1名。县长认为，这是台中火力发电厂不当来烧炭造成的结果。台中火力发电厂才因为排放致癌废水，被台中市府开出2000万的罚单，创下国营事业相关罚金纪录。即马南投县政府嘛采取行动，写好诉状，要提告中火，涉及公共危险罪。受害者最严重的就是我们埔里地区、竹山地区还有南投地区啊，老百姓啊一直向我反映啊，希望啊他们无辜的，他也不抽烟，又没有煮饭，怎么会得到肺腺癌？县长林明珍讲，南投每当有200外个人死伫气腺癌，是全国气腺癌死亡率上悬的所在，认为这是中火人为造成的。即卖已经咧整理最近5档治病资料，也有空气品质的资料，要告中火。为了县民好的话，当然要要做啊。如果说告赢有赔偿的话，对，是支持啊。南投不少民众听了这个消息，拢表示支持。那台电公司也表示尊重。那但是呢，到底台中火力跟这件事情的关联性如何？那还是需要经过科学的论证。台电回应针对南投县府要提告表示尊重，但是强调南投县民治着气腺癌，甲中火是不是真正有关联，需要有科学的论证。